尊敬嘅各位法師、各位大德同修，大家早晨，阿彌陀佛。我哋繼續嚟學習《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請大家打開經本嘅第二品，我呢個版本係第17頁，倒數第3行。上次咧，我哋講到參加無量壽經法會嘅大菩薩自利利他之德，德用無方。咁上次講到咧係自利德利他德咧，講咗第一句喺課題裏邊叫做妙行顯實。經文咧，我哋讀一讀：得佛辯才，住普賢行，善能分別眾生語言，開化顯示真實之際，超過世間諸所有法。好，呢一段係講呢啲菩薩妙行。我哋講到得佛辯才，辯才我哋一般人講話口才好好，好能夠議論講道理事實道理都講得非常之清楚，令到聽者心悅誠服。咁講經說法一定要有辯才，既要講到符合真相，呢個係契理，又要咧講到使大家能夠明白，能夠歡喜，能夠信受，呢個係講契機契理契機都需要。咁呢個確實需要智慧。咁呢個智慧嘅起用係辯才。咁如來有四無礙智，呢個智慧係無障礙，所以佢能夠出興四種無礙嘅辯才。我哋上次講到四辯才第一係依無礙，即係講諸法嘅實相道理絕對唔會有矛盾抵觸嘅地方，呢個係依無礙。第二係法無礙，能夠將一切法嘅名字講得好清楚。第三係詞無礙，我哋講到呢度，詞就係名詞術語包括咧語言，對咩嘢眾生要識得講咩嘢語言喺中國大陸你要講普通話喺香港要講廣東話喺外國要講英文如果去咗外星球咧，要我講外星人嘅語言所以要善能分別眾生語言。咁呢個第四個辯才咧係樂說無礙。你唔單止要識講，而且仲要好喜歡講能夠隨順一切眾生嘅根性講出佢所樂意聽聞嘅佛法使到咧大家都能夠非常歡喜。佢心生歡喜先能夠接受。所以呢個係宏法利生
必須要具備嘅能力。咁呢種能力點樣先能夠得到呢？最關鍵嘅係你要發真誠心，希望能夠將正法傳播出嚟，使到一切眾生嘅覺悟。雖然可能你平時冇口才，甚至講嘢咧唔識講，講到呢個語言使用方面都非常之唔順，但係你只要有真誠心，上到講台嚟，你就會講得好順。點解呢？因為有三寶嘅加持。你上到嚟講台上面，就唔係你喺度講啦，係諸佛菩薩利用你嘅身體，利用你把口嚟向眾生講經說法。而呢個條件係你必須要將自我放下。如果你自己唔放得下，佛菩薩唔敢用你。一定你完全放下啦。我呢個身體就係作為佛菩薩嘅工具，就由佛菩薩嚟用。呢個時候最好用。呢個都係我自己親身嘅體會。我平時講話冇咩口才，講嘢咧有時候仲甩甩咳咳，特別講廣東話，人哋都笑我話你講嘅廣東話係唔鹹唔淡，上到嚟咧，睇嚟好似大家都係幾喜歡聽係咪啊？呢個唔係我自己有能力，我自己唔係有口才，只係有呢一種真誠心。希望能夠將呢個咁好嘅佛法帶俾大家，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學到啦，得到利益啦，我自己獨享呢個唔夠意思，要同大家共享，自利利他，要發出咁樣嘅心，嗰個辯才佛菩薩就加持你。咁呢啲大會中嘅諸大菩薩，個個都係辯才無礙，因為佢哋個個都係用真心，佢哋唔用妄心。妄心係咩咧？八識51心所。總結起嚟就係妄想、分別、執着。呢啲菩薩唔用嗰啲嘢。完全係自性起用，自性裏邊本來無一物，但係用起來嘅時候大用無方。眾生有感，佢就有應，就好似嗰個磬我哋呢度有個磬，做早晚課嗰時要敲磬，磬裏邊係空嘅，空你先敲得響如果個裏邊有嘢就敲唔響噶啦。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不扣則不鳴。佢自己唔會去鳴嘅，係人哋扣佢先鳴。所以眾生有感佢嚟應。眾生想聽咩法，佢就能夠講咩法。講到眾生歡喜，眾生開悟，呢個就係辯才而呢個辯才係自性嘅聖德，人人都具有。佛菩薩唔會比我哋多一啲，我哋唔會比佛菩薩少一啲。自性本來具足人人平等區別喺邊度咧？佛菩薩佢冇咗障礙，障礙就係第一個自私自利，第二個名聞利養，
第三個貪圖五欲六塵，第四個你貪嗔痴慢呢啲煩惱，呢啲就障礙我哋嘅自性嘅辯才啊，自性嘅聖德啊。將呢啲障礙去除啦，你嗰啲自性聖德自然顯露出嚟，唔使學噶。所以我都經常鼓勵出家在家嘅同修要發心弘法利生。上次定全法師講經，啱啱我有呢個時間，我就喺度聽。雖然咧在座咧只有大概10零個，呢個佢能夠咁樣去講，非常難得啊！香港講經嘅法師非常少，我哋就要嚟聽。聽係咩咧？做影響眾係咁樣，係護持道場、護持講經嘅法師鼓勵佢有信心而能夠將自己真誠心發出嚟為眾生嘅話，你自然就講得好。講經其實嗰個技術方面學好容易係需要學一啲技巧性嘅嘢有一啲原則，有一啲規矩我係跟淨空老法師學講經，佢係跟李炳南老居士學。李炳南老居士專門寫咗一本書叫做《內點研究》，內點就係佛經，點樣去講解佛經？古來傳統係有規矩有2-3個月將個規矩學識咗啦，你就識得講，而且講得行家聽起身挑唔出你個毛病因為佢係按照規矩講學識講經唔難但係咧講得好唔好就係你自己嘅修持你嘅心係咪真誠？你係咪真係發願弘法利生，不求自己名聞利養不求別人嘅恭敬讚歎我喺香港講經，只有喺呢度圓明寺發願先咁殊勝每次都200-300人嚟聽多謝，感恩大家我喺佛陀教育協會喺攝影棚裏面講，今年仲比較好一啲。前嗰幾年有啲跟住我好幾年嘅同修就知道，可能嗰個課室裏邊就得個2-3個人甚至有時1個人都冇，對住個攝影機講人多人少都要去咁講點解咧？你要練習我係從2002年開始講到今年10年啦，10年先有呢一個咁樣嘅水平當然仲係唔夠，仲要繼續練習但係呢個秘訣係咩咧？就係每日都要練每日你要逼住自己上講台。我將呢個當作自己嘅修行。點解你上講台咧，一定要去準備課你要去讀經而且你讀得要好認真一個字都唔可以放過你唔可以講錯噶嘛。如果你冇備課嘅話，上咗台落唔到台噶啦所以逼住自己要學逼住自己要認真咁上台嚟講冇人聽點辦冇人聽唔緊要，講俾自己聽從2002年到依家10年來，有一個人係堂課都冇缺課嘅，係邊個本人只有1個人係一堂課都冇缺過嘅咁就係自己嚟學，自己嚟練
你嘅水平、你嘅修持你嘅智慧就跟住提升。講經嗰時一定會有妄想嘅。我唔可能係坐喺呢個台上去打妄想，打妄想就唔知講到邊啦，講到邊度啦，係嘛？所以講經呢個半鐘頭或者2個鐘頭，全神貫注，一定一啲妄想都冇。呢個又係修行聽經係一樣，你聽嗰時候冇妄想，亦係修行。咩叫修行啊？將你嘅妄想、分別、執着放下，呢個就叫修行。不在乎咩形式啊，唔係話要你盤腿面壁咁就叫做修行，嗰個唔一定。盤腿面壁仲喺度打妄想，嗰個唔係修行。所以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所以呢個辯才係要自己去開發。真係發喺菩提心，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依家你睇下聖言教育佛法好衰落你唔好睇話好多寺院嗰個香火好鼎盛嗰個唔一定係興旺之上。睇個佛法係咪興旺，睇下有冇人真正依教奉行，有冇人學經有冇人講經，有冇人依呢個經教嚟修行，有冇人證果。喺淨土裏邊講話有冇人往生，往生就係證果。如果呢啲人少啦，佛法就衰啦。古時候嗰個叢林寺院修行嘅人證果嘅好多開悟嘅好多呢個就係真正佛法興旺所以我哋睇到呢個狀況，眾生迷惑顛倒從細受嘅教育都係自私自利、競爭你爭我奪、弱肉強食咁樣嘅呢種世界觀、價值觀，所以呢個社會就搞得好亂，隨時都有鬥爭，甚至可能有引發戰爭。災難亦就係人心所感召，惡因就會有惡果所以根本要解決社會嘅問題，使到天下能夠和諧，能夠人心得到快樂生活幸福美滿，唯有係正法嘅教育。咁必須要有人去發心去講呢個經教，冇人去講正法，當然會衰啦。你有呢一種不忍之心你就係菩薩。喺末法時期你就有呢個使命，喺呢個亂世裏邊擔負起護持正法、救度眾生嘅使命同埋責任。呢個心你真正發出嚟啦，必然得到三寶嘅加持。你唔需要擔心害怕自己冇能力啦、冇智慧啦、業障重啦。係冇錯，我哋確實係凡夫，但係凡夫發出真心啦，佛菩薩一定加持你你會有意想不到嘅成就。下邊講到呢個經文裏邊第二句，住普賢行，係講大會中嘅呢啲菩薩都係德尊普賢。前邊我哋有講到普賢行主要嘅就係十大願王從禮敬諸佛到最後普皆回向
我哋就前面講咗一遍啦。而十大願王能夠圓滿，必須要道歸極樂。呢個喺《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同我哋講得好清楚。我既往生彼國矣，現前成就此大願。只有我往生到極樂世界，先能夠成就普賢十大願王。呢個係普賢菩薩為我哋身教言教。所以道歸極樂係普賢大士行願嘅核心。前面講到普賢菩薩就係密宗嘅金剛薩埵，密宗初祖，華嚴經嘅經主。一切菩薩佢為上首，佢為我哋顯示要求生極樂先證得大圓滿。呢個就係鼓勵我哋一定要往生極樂世界。換句話嚟講，呢個係我哋成佛唯一嘅道路。因為不修普賢行，不能夠成佛道。普賢行就係十大願王道歸極樂。所以你先知道，原來求生極樂世界呢個法門係凡夫當生成佛嘅法門，即身成佛啦。靠其他法門，講老實話，我哋凡夫冇份。喺正法時期，喺像法時期有可能嗰時候嘅根性比較利，煩惱業障少，所以靠自利得到好多。但係佢得到嘅唔係成佛，只係開悟啦、證果啦、證得阿羅漢啦。有呢啲人唔少，出三界完成佛道嘅人都好難。咁釋迦牟尼佛佢完成佛道，佢成佛啦。而佢喺《阿彌陀經》裏邊同我哋講得好清楚，佢係點樣成佛噶？念佛成佛。《阿彌陀經》裏邊講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釋迦牟尼佛喺《阿彌陀經》裏邊講話行此難事，呢件難事係咩難事啊？信願念佛求生淨土呢件事，難信之法佢行呢個難事得成最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係完成佛道無上正等正覺。然後呢，又重回呢個五濁惡世，為諸眾生說此一切眾生難信之法。佢要先身教，佢係咁樣成就過來人，然後再嚟同大家講呢個法門，幫助一切眾生對呢個法門生起堅定嘅信心，發願求生淨土，完成佛道所以住普賢行嘅呢啲菩薩係咩意思啊？就係深信切願念佛求生淨土，呢個就係住普賢行，先能分別眾生語言。眾生嘅種類就太多啦，唔好講話六道嘅眾生啦，就係人道嘅眾生嘅語言就不得了啦。就係中國呢個56個民族嘅語言就好多好多啦。你廣東裏邊就有唔同嘅語言啦，有普通話，有廣東話，有客家話，有潮州話等等。呢啲菩薩能夠善能分別眾生嘅語言，
按照眾生嘅佢哋熟悉嘅語言，同佢哋講法，使到佢哋理解。佛同菩薩講法就有呢種神通啊！所以當時印度有好多嘅國家啊，同我哋中國春秋時期差唔多啊，等於係諸侯800諸侯。印度嗰時係小國好多，每一個國家嘅語言都唔同，文字都唔同，到依家都係咁。印度依家好北部南部嘅語言都唔同。互相之間都要經過翻譯先能夠明白。咁古時候更加多。釋迦牟尼佛去到邊度講經說法竟然都冇障礙。佛以一音而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喺嗰度講，你係南方人，你就聽到自己嘅南方嘅語言。你係北方人就聽到北方嘅語言，你係美國人聽到係英文，你係西班牙人聽到西班牙文，你係阿拉伯人聽見嘅係阿拉伯文，每一個人佢自己聽到嘅，正好係自己嗰種方言，自己嘅母語，非常之熟悉，好親切。因為親切你就歡喜嘛，歡喜就容易信受所以我哋睇到呢度佛菩薩呢啲神通能力，我哋好羨慕我講經就冇辦法啦，一部無量壽經先係用普通話講，然後再用廣東話講，第時淨空老法師仲叫我用英文嚟講，好辛苦如果係佛菩薩嚟講就唔使啦，一種語言。個個聽到自己嘅母語，你去到極樂世界你就有呢個能力。呢種能力真係都係自性嘅性德，唔係你學嚟。你去學，可能學咗20年都未必學得好好。英文我就學咗好耐。我從小學就可以學英文啦，後尾仲去咗美國留學，仲去呢個喺大學教書，但英文咧，呢個美國人聽亦都覺得我哋唔鹹唔淡，冇辦法啦，從細唔係講呢個母語嘛，雖然可以同人哋溝通但係咧，畢竟人哋覺得你係外國人。你講嘅呢個語言就係冇佢咁地道，咁正，所以呢個係我哋自己業障障住我哋嘅自性嘅能力，咁冇辦法啦，唯有老老實實念佛求生極樂世界先，將來成願再嚟，你就有呢種能力。咁佛講經唔單止係人各種語言，佢能夠各個民族嘅語言，佢都能夠明白。即使係六道嘅眾生，好似動物有動物嘅語言呢雞鴨狗其實佢哋都有語言，佢哋互相之間就可以溝通。我哋人就唔知佢個語言係乜嘢。雀仔有雀仔嘅語言。古時候有一位翻譯經典嘅大師安世高，安息國嘅人，安息國就係依家嘅伊朗。佢嚟到中國嚟翻譯經典。好似我哋如果學過八大人覺經，安世高翻譯無量壽經，佢曾經都翻譯過。好可惜佢個版本失傳咗。佢就係當時佢就能夠聽得懂雀仔講話，雀仔喺度講乜嘢佢知道。其實中國都有咁嘅人中國你睇下孔子有個弟子叫做公冶長佢就識得聽鳥語。呢個歷史上有呢個記載。呢個係佢
天生就有呢種能力。咁佛菩薩當然呢啲能力完全就恢復，唔單止識聽啊，仲識講啊！講出嚟嘅嗰啲畜生聽到嘅就係自己嘅語言，佢就能夠聽明白啊！下邊開化顯示真實之際，呢句話可以講係概括咗全經，整部無量壽經講嘅乜嘢啊？就係呢一句，開化顯示真實之際啊！佢唔單止係全部無量壽經嘅主旨，而且係釋迦牟尼佛一代聖教嘅根源。一切嘅教法，無非就喺呢一句之內概括啦。天台宗祖師將《法華經》奉為純圓獨妙嘅經典。而《法華經》講咩呢？佢講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乜嘢大事因緣啊？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亦即係話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眾生佢嘅煩惱業障好重，對佛之見確實一啲都唔能夠解了，悟都悟唔出啦，更何況話入呢？悟佛之見係明白啦，入佛之見係你有證得呢個境界啦，咁就需要佛嚟開化，開就開示，呢度講嘅開化顯示，教化一切眾生。因為如果佛菩薩唔嚟教化眾生，係冇可能認識到佛嘅知見。點解呢？因為佛知見係不起心不動念，你先能夠得到。眾生係妄想分別執着，起心動念停落嚟，所以根本係不能夠如實了知佛嘅所知所見。佛嘅境界我哋係一無所知，唔係話知得一啲，唔係一啲都唔知。雖然呢啲知見係寫喺經典裏邊寫得好清楚，我哋讀經可以讀得好熟，但係仲係一啲都唔知。你冇嗰種體會，你冇證入。點解？因為佛放下咗起心動念，我哋放唔下。我哋仲係喺日常生活中起種種嘅分別執着。喺人事物嘅境界裏邊，分別好醜、善惡、是非，然後自己起咗愛憎。對於順境你就喜愛、貪愛；對於逆境你就係憎、排斥、對立、衝突、矛盾。呢啲煩惱之見點可能證入佛嘅知見呢？所以佛慈悲見到眾生冇辦法從呢啲苦惱裏邊超拔出嚟，所以先嚟到呢個世間為眾生講經說法。眾生學咗佛啦，先能夠徹底粉碎自己嘅煩惱之見，而能夠啟入諸佛嘅知見，如實了知佛嘅境界。
呢個境界就係真實之際。呢個真實之際就係講我哋嘅自性，自性嘅理體。呢個際係邊際啊？講到極限啦，真實到極限，即係最為真實嘅呢一種理體，就叫做真實之際。咁釋迦牟尼佛講經49年，一代時教有講得非常之圓滿，事理空有頓漸，頓教漸教，有種種嘅不同。而十方諸佛所特別讚歎嘅，唯有係淨土法門。淨土法門佢係契合十方世界一切有情嘅根性，能夠幫助一切有情同歸一佛乘，同入佛之見。你往生極樂世界就能夠入佛之見。依家未入唔明白佛講乜嘢唔緊要，你只要明白6個字南無阿彌陀佛就夠啦。你就老老實實念到最後往生嘅時候，你就乜嘢都知道。古人講話，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你一定開悟，一定能夠對真實之際有如實了知。呢個完全係依仗阿彌陀佛一乘願海同埋6字洪名嘅功德。6字洪名就係南無阿彌陀佛。呢個功德力嘅加持，使到我哋就係呢一生當中父母所生嘅凡夫身，我哋就能夠即身往生極樂世界，入佛之見。所以淨土法門可以講全體皆是佛之見。呢啲大菩薩可以為眾生開化，顯示真實之際。我哋具體咁講就係為眾生講淨土法門，勸導一切眾生往生極樂世界。喺極樂世界裏邊，你就入四無礙嘅法界。華嚴經講嘅事無礙，理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四無礙法界，真實之際。咁有啲人話，一定要等到往生極樂世界，我先能夠入佛之見咩？佢好羨慕嗰啲禪宗大徹大悟嘅人，或者教下大開圓解嘅人。佢未到死佢就已經開悟啦。你往生要到死先能夠見佛開悟，咁我可唔可以提前開悟呢？靠念佛法門亦可以做到。念呢句阿彌陀佛，有事念有理念。從事上念就係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句一句念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個係事上嘅修行。事後邊一定有理理係咩嘢？咩道理觀無量壽經裏邊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呢個就係理。
是心是法係咩啊？你能念佛嘅呢個心你用心念佛啊嘛，你唔可以有口無心噶嘛。有口無心嗰唔叫念佛啦。一定要用心念。呢個用呢個咩心啊？就係真心。能念佛嘅呢個心就係我哋嘅真心本性，就係真實之際。我所念嘅呢句佛號咧，呢句佛號亦係真實之際啊！係阿彌陀佛無量劫功德形成嘅呢個果叫果德，佢就係自性自性遍一切處啊嘛，無有一法唔係自性啊嘛。你睇下祖師考問徒弟自性喺邊度啊？徒弟隨便攞件嘢就喺呢度得啦，同佢認證開悟啦，見性啦嘛。見性嘅人知道邊樣嘢唔係自性啊？樣樣都係自性啊。咁呢句阿彌陀佛唔係自性咩？佢當然係自性啦，而且佢唔單止係自性，係阿彌陀佛無量劫所修行成就嘅呢個無上功德，叫做萬德名號。所以你用呢個能念佛嘅真心念呢句自性佛號，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啦，你個心就成佛啦。你成佛咪就係開悟大徹大悟，甚至比大徹大悟境界仲高。成咩佛啦？成阿彌陀佛啦！是心念阿彌陀佛，是心作阿彌陀佛。即係下蓮居居士，佢曾經喺閉關念佛嘅時候寫咗一首偈。我睇咗之後，我讚嘆佩服到五體投地所以淨空老法師話佢係大菩薩再嚟嘅，我絕對相信。有人講佢係普賢菩薩再嚟嘅我係完全相信。我唔係迷信，我從佢呢首偈我去判斷出嚟。一般人寫唔出嚟咩偈啊？大家可以把佢記落嚟。經常讀一讀有好處，好簡單呢首偈4句，每一句裏邊有2個彌陀，阿彌陀佛嘅彌陀每一句裏邊都有2個彌陀。第一句，彌陀教我念彌陀，阿彌陀佛教我念阿彌陀佛啊嘛。第二句，口念彌陀，聽彌陀，教你點樣念口念出嚟，阿彌陀佛。耳仔聽入去，阿彌陀佛，好清楚，一個字都唔可以聽漏，清清楚楚嘅。呢個時候就冇妄想，聽唔清嘅時候你就有妄想。咁點啊？即刻集中精神聽阿彌陀，打妄想，唔得，重嚟，阿彌陀佛，4個字一定要念到實實在在，念慢啲唔緊要但係一個字一個字要聽得好清楚好有力嗰個力係心力，唔係話你嗰個喉嚨喊破嗰種力係嗰種心力口念彌陀，聽彌陀。第3句，彌陀彌陀直念去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句一句咁念落去，冇妄想啦。呢個就係念佛三昧。最後第4句精彩啦，念到最後點原來彌陀念彌陀念到最後你成佛啦。邊個念佛啦？阿彌陀佛，念緊阿彌陀佛啦。呢個先係你本來面目禪宗講話，
回歸你本來面目啊！邊個係你本來面目啊？阿彌陀佛啊！原來阿彌陀佛念嗰個阿彌陀佛，除咗阿彌陀佛，乜嘢都冇，就係阿彌陀佛。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皆是阿彌陀佛。華嚴經講話，情與無情同源種智啊！一齊成佛啊！呢個就係理一心不亂啊！從事持到理持，事上列持呢句名號，持到最後理一心啦，理持就開悟啦，成佛啦。下蓮居居士達到呢個境界。黃念祖居士講俾我哋聽，佢已經念到理一心。我相信從呢一句呢首偈，我哋可以睇到，一般人寫唔出呢首偈啊。個字面個意思咁簡單，裏邊嗰個境界你就可想而知。如果唔係真實正入嘅呢個境界嘅話，你冇可能話寫得出咁樣嘅精彩嘅偈。所以呢四句咧，我再讀一次，大家可以咧記住吓，好簡單嘅啫。第一句慢啲啊，第一句嗱，我哋一齊讀啦，好唔好啊？我先讀，大家跟住讀。彌陀教我念彌陀，彌陀教我念彌陀，口念彌陀聽彌陀，口念彌陀聽彌陀，彌陀彌陀直念去，彌陀彌陀直念去，原來彌陀念彌陀，原來彌陀念彌陀。好啦，呢個時候你正入真實之際。所以點樣開化顯示真實之際啊？最簡單嘅就係教人念阿彌陀佛。你能教人念阿彌陀佛，你就係為眾生開化顯示真實之際。呢個完全講得通噶。你請嗰啲大法師嚟講都講唔過你噶。呢個理論根據喺呢度啊。你話我咩都唔識，我就識念阿彌陀佛，得啦。你就將整個佛法都念到啦。三藏十二部經典全喺一句佛號當中。呢個係蕅益大師講，唔係我講。人哋蕅益大師將大藏經讀過好幾次啦。專門有一本書叫做17卷嘅《粵藏之尊》。佢將大藏經全部每一個經典寫咗一個 summary， 一個小節提煉出幾句話，每一部經都寫出嚟，然後最後總結出一句話就係、三藏十二部盡在理許，就係盡在一句阿彌陀佛裏邊。所以真實之際就係喺呢句阿彌陀佛裏邊。你念呢句佛號就能夠明心見性，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即是天人師，即是佛。所以大家要俾心機去念佛。我喺呢度講係為咗勸大家念佛，大家唔好話嚟聽經就唔嚟念佛。念佛比聽經更加重要。講經係為咗咩？勸你哋念佛噶。經都聽明白啦，經就唔使聽啦，好好念阿彌陀佛。點解要聽經啊？唔老實念佛，你先要聽經啊！真係咁啊！咩叫唔老實啊？你對呢個佛號有懷疑，信心唔堅定。呢個信心要經過考驗噶。我哋有同修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哎呀，真係呢句佛號有時真係就忘記咗，特別喺緊急關頭。佢話佢有一次開車嗰時，突然間咧撞車，佢就咁樣，阿彌陀佛就念咗第一個字，心裏面忘記咗佛號啊！佢如果係阿彌陀佛就冇事啦。你睇下緊急關頭就忘記咗啦，點解啊？點解忘記啊？盡係信心唔夠。
所以聽經就係幫助你建立堅定嘅信心，無論係乜嘢狀況啊，乜嘢危急嘅關頭，你都能夠提得起呢句佛號啊！你嘅信心就堅定啊，唔係話喺緊急關頭，哎呀，阿媽喺邊度啊？哎呀，我仔仲喺屋企咧，啊，冇人去養佢點辦啊？啊，呢啲咧，通通都係信源不足啊，所以一定要多聽經啦。真正你把經聽明白啦，就只有一個念頭，求生極樂世界，冇其他念頭啊！你仲有好多呢啲浮想啊，對人生仲有好多嘅夢想、計劃啊、打算，通通叫做唔老實啊！我咁樣講，有啲人特別係初學嘅人聽到就不以為然啦。佛教乜咁消極啊？人生就咩嘢打算都冇啦，啊，冇晒希望啦，遁入空門，有咩意思咧？咁確實啦，呢個就係好難同佢講得清楚啦，咁勸佢咧先係慢慢認識佛教先，慢慢嚟同佢講佛法嘅大義、宇宙人生嘅真相。呢個整個宇宙，通通就係夢幻泡影啦！人生就一場夢。你睇下彌勒菩薩同我哋講嘅係依家嘅，連科學家到依家先發現，佢哋發現咩？整個世界原來冇物質嘅，物質係乜嘢啊？物質係波動產生。嗰啲基本嘅粒子、原子裏邊仲有好多粒子咩電子呢個夸克呢啲粒子，通通都係咩咧？波動產生，而呢個波動就係你個念頭，你個念頭動啦，先產生物質世界。所以呢個宇宙就好似睇個萬花筒一樣。萬花筒大家有冇睇過？細個嗰時都玩過，自己都做過。點樣做嘅咧？係啦，三塊鏡片，三角形嘅，然後咧裏邊放一啲碎花嗰啲碎紙係嘛，兩邊一封，你喺裏邊睇，哇，睇見好多萬花莊嚴啊！萬花筒就係咁簡單一個原理但係你要轉動你先睇到。嗰啲花紋就可以變化。你一停咗落嚟咧，佢就定咗啦，佢就唔會喐啦。佢個花紋就定喺嗰度。咁我哋呢個宇宙係點嚟嘅咧？就係你嘅念頭喺度動，就好似你轉動嗰個萬花筒，一動起身啦，哇！整個宇宙開始動起身。我哋個地球喺度自轉，太陽系呢個地球圍繞住太陽公轉，太陽系圍繞住整個銀河系喺度公轉，銀河系就圍繞更大一個星系喺度轉，一路轉，整個宇宙都喺度運動。科學家承認世界上宇宙裏邊冇絕對靜止嘅物體，通通係動嘅。點解？因為佢根源就係動。根源係咩啊？係念頭呢個念頭冇停過咯，不斷咁動一念接一念。彌勒菩薩講話，一彈指320萬億個念頭，一彈指320萬億個念頭喺度動呢個係形成我哋嘅宇宙我哋嘅所遇到嘅種種境界，都係咁樣念頭所產生嘅幻象。金剛經裏面講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呢個係真實說話，呢個就係佛之知見
一定你將念頭定落嚟啦，你先見到，嗰個真係假嘅，唔係真。你個念頭停落嚟嗰時候，你唔可能發現。科學家依家用數學，高深嘅數學嚟推理，佢哋可以推測到呢個整個宇宙萬物嘅基本構成就係波動，但係佢只係知道，佢不能夠證得。如果佢證得，佢就成佛啦。點樣證得啊？將念頭放下，冇波動啦，呢個宇宙就冇啦。好似永嘉大師六祖慧能大師嘅弟子開悟嘅時候，佢講嘅禪宗證道歌就係佢寫嘅。佢話咩咧？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冇大千。喺夢裏邊睇到，有大千世界，有三界六道。通通係夢幻泡影喺個萬花筒嗰度轉動緊，你睇到咁莊嚴十法界依正莊嚴到你覺悟之後，念頭一停，空空冇大千大千世界全部都冇晒啦，嗰啲幻象全部熄滅晒好似個電視機。依家演緊好多戲睇到好精彩突然間一停電，冇晒啦，冇晒，見到咩？見到個熒幕，熒幕就係自性，自性能現一切法，佢可以現出呢啲畫面出嚟你睇嗰個畫面上面啲情節咧，你就忘記嗰個熒幕，其實冇嘢嘅裏邊，唔係話真係有個人喺度打打殺殺，唔係噶。假噶全部都幻象嚟噶嘛你把嗰個電視機一熄，你就見到啦，假一開咧又出現啦如果我用好快速度開關，你會見到嗰個熒幕咧就會一下出嚟嗰個畫面，一下就冇咗，一下出嚟一下冇咗。再快速一啲咧，佢就連起身。以前嗰啲電影原理就係咁樣。嗰個底片，你睇下電影嗰個底片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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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喺嗰個投影機上面快速咁移動，每秒鐘24張。第一張打上個熒幕嗰度，跟住嗰個燈一熄，第二張換上去，然後又開燈將呢個底片打上個熒幕，然後又換第三張，一張一張換，一秒鐘換24張。你睇到個熒幕上面咧，好精彩嘅畫面出嚟所有嘅人都喺度動啦，個情節又好精彩啦。你睇下個底片咧，一格一格㗎咋，全部係靜止冇嘢嘅。所以念頭一停嗰時候，你就睇到事實真相，你就能夠入真實之際啦。咁你就自然放下啦。一切都係假嘅，一切都係夢幻，你仲會執着乜嘢咧？你仲會生咩煩惱咧？所以你生煩惱就係未覺悟。所謂知幻即離你知道佢係夢幻，你即自然就離開，就唔會去執着佢，唔會分別，甚至你唔會起心動念。咁我哋依家靠念一句阿彌陀佛嚟達到呢個境界。雖然我依家同大家講，大家好似知道咗，呢個原理大概就係咁樣，但係未證得要證得係另一回事依家科學家都能夠理解，但係佢未證得，未證得就得唔到佛嘅受用。呢個唔叫做入真實之際
我哋要證就要靠念阿彌陀佛。呢句佛號一路念落去，念到自然啦，不念而念，念而無念。呢個佛號就唔停啦，甚至瞓着咗覺佢都唔會停。呢個就係念佛三昧。再加工用行，一路念落去，念到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變成一啦，唔係二啊。就係頭先我哋嗰個偈裏邊講嘅，原來彌陀念彌陀。所以呢個功夫要落去啊。呢個就係無上深妙禪啊！大集經裏邊講噶，若人當念阿彌陀，是即無上深妙禪。你唔念阿彌陀佛去參禪，咁就等於係將無上深妙禪放下咗，去參其他禪。念阿彌陀佛，佢唔單止係參禪，參嘅係無上嘅禪，深妙嘅禪啊！所以禪宗淨土係一唔係二啊！咁呢句開化顯示真實之際啊，講嘅就係禪宗最高嘅境界，大徹大悟，明心見性。靠念佛一樣得到。咁真實呢個詞喺無量壽經裏邊咧出現咗3次。第一次就係呢個開化顯示真實之際。第二次咧係後邊法藏比丘住真實慧，勇猛精進，一向專志莊嚴妙土。法藏比丘係阿彌陀佛嘅前身，佢喺因地修行嘅時候住喺真實嘅智慧裏邊，勇猛精進做咩咧？一向專志極樂世界呢個莊嚴妙土，佢為我哋顯示點樣修行。我哋想要求生極樂世界，就要勇猛精進，一向專志。一個方向，一定要去極樂世界。唔去極樂世界，我哋將來去邊度啊？我自己諗下，一定墮地獄啦。點解啊？前世今生做咗咁多嘅業，你唔可能話冇墮地獄嘅因。你地獄係我哋六道輪迴嘅老家喺地獄嘅時間係最長。諗到輪迴嘅可怕，你唯有一心一意求生極樂世界，專志專心心無旁騖你就一條心一個念頭要去極樂世界。人哋對我好唔好？依家係生活安樂，定係辛苦定係好多苦惱，通通唔擺喺個心裏邊。我就去極樂世界。喺依家我就受再多嘅苦，我都冇所謂，心甘情願。只要我能去極樂世界就得啦。呢個一向專志莊嚴妙土呢個就係住真實慧、真實智慧。你喺呢個境界裏邊有種種分別執着，見到順境仲要起貪心，見到逆境仲要起瞋恚。呢個係凡夫迷惑顛倒唔知道事實真相唔明白呢個宇宙就係空嘅，係假嘅，係你個念頭念念生滅變現出嚟嘅幻象。
你喺幻象裏邊啊，生呢啲分別執着，好可憐啊，而且好可笑啊！佛菩薩睇我哋真係好可笑啊！以前我爸爸年青嗰時係當兵喺部隊裏邊啊，佢當時參軍嗰時啊，仲有好多，因為喺大陸啊嘛，國民黨嘅嗰啲餘部啊，喺好多呢啲山區啊，做嗰啲土匪啊，所以呢個共產黨嘅軍隊要去剿匪，佢經常就荷槍實彈準備戰鬥所以晚黑咧，部隊咧要睇電影嗰時嘅電影係好原始嗰種攞個投影機放喺嗰個熒幕嗰度嘅，依家就唔用嗰種投影啦好似依家我哋咁樣嘅一個熒幕然後有個投影機咁樣打上去，而且佢就係用嗰種底片嘅，依家全部變成電子噶啦嗰時咧軍隊個個都要睇白毛女，大家有冇睇過呢個片白毛女年紀大嘅人都睇過三大部文革時期三大部一定要睇嘅睇白毛女俾個地主嚟蝦個白毛女嘅父親就俾地主嚟蝦咁即係睇嘅人咧，當時因為啲年青人十零歲未到20歲嘅人，血氣方剛睇到好入迷睇到就以為係真噶啦有一個戰士即刻舉槍，咚攞衝鋒槍一輪掃射，將嗰個地主打死，打到個熒幕上面打到好多窿當時嘅部隊即刻就大亂唔知道點解會有槍聲出嚟原來先知道，呢個人睇得太入迷啦所以咧忘記咗個電影係假嘅，以為係真嘅。我哋唔好笑佢其實我哋個個都係咁嘅。依家我哋睇依家嘅世界，佛講俾你聽都係假嘅。夢幻泡影嘛，你就當成睇電影就啱啦。你係都要喺呢個電影裏邊咧，當佢係真嘅。見到好嘅開心到不得了，見到唔好嘅嬲到不得了，咬牙切齒。佛菩薩見到我哋好可笑就好似我哋睇嗰個戰士攞個槍打個熒幕一樣所以住真實慧，知道現前境界通通係假嘅，放下唔擺喺個心上，只有一句阿彌陀佛，勇猛精進一向專志莊嚴妙土。第三個，如來係欲請群民為以真實之理，諸佛菩薩為救度我哋迷惑顛倒嘅眾生，為給我哋真實之利，真實嘅利益。真實利益唔係話我哋冇錢俾我哋錢，我哋冇得食俾我哋食，嗰啲係一種利益，但係佢唔究竟只能夠解決暫時嘅困難，唔可能永久。真實利益係咩咧？我哋破迷開悟，我哋永遠脫離輪迴嘅苦海，呢個真實之理咁釋迦牟尼佛用淨土法門幫助我哋求生極樂世界，呢一生就能夠脫離苦海啦。呢個利益真係太大，呢個恩德真係太大。你只有去到極樂世界，你先能夠體會到如來嘅恩德。所以呢三個真實係整部經嘅概括。
真實之際咧係呢個經嘅理體，佢係依呢個理呢個本體而講出嚟。一切大乘經皆以一實相為因。佢嘅理論嘅依據就係實相。宇宙人生嘅真相就係真實之際。咁本經亦係以真實之際為理體。所以呢個係講嘅理體。第二個真實之謂咧，莊嚴成就極樂嘅淨土。呢個係作用。由體起用。真實之理能夠平等普惠一切眾生。呢個又係體嘅用。所以真實之際、真實之謂、真實之理係呢部經嘅主旨。好似畫龍點睛一樣。呢個就係佢眼睛。下邊經文講話，超過世間諸所有法。世間諸所有法係指分段生死同埋變異生死。六道凡夫有分段生死。即係我哋嘅生死一段一段嘅。出世啦，跟住咧慢慢長大，慢慢到老。慢慢就過世，過世之後就重新嚟過，一個輪迴投胎又重新嚟，一段一段。呢個分段生死生老病死，每個人都跑唔甩㗎。你唔喜歡都唔可以個個都唔想老不能不老你唔想老，咁早死啦。早死就唔老啦。即係呢個生老病死三苦八苦三界六道眾生，每個人都離唔開。所以你諗下呢個人生，真係如果追求世間嘅呢啲名利、富貴、享受，冇咩意思我尋日仲睇見一個同修寄俾我嘅一段話，覺得好有趣味。佢講話呢個係世間人寫嘅，但係都幾有意思。佢話一個人到4歲嗰時嘅成功就係咧唔使尿濕褲咯。4歲嗰時候成功。12歲嗰時候嘅成功咧，就係佢有一班朋友。17歲嘅人嘅成功咧，就有自己嘅駕駛執照，可以開車啦，成功到咗35歲嘅成功咧，好有錢啦。依家人咪追求呢啲咯。好啦，到咗53歲啦，倒過嚟35歲到53歲，你嘅成功咧就係仲係好有錢咁就係好成功啦。唔使更有錢噶啦。仲係咁多錢就得啦。53歲到咗70歲嗰時候，你嘅成功咧就好似17歲一樣，仲有你嘅駕駛執照，仲識得開車。到咗75歲嗰時候，你嘅成功仲有一班朋友，即係仲未死晒，就好成功啦。到咗80歲嘅成功係咩？仲唔使尿濕褲，同4歲嗰時一樣。呢個其實好有趣味嚇。你諗下，人生咪就咁樣咯。你追求嗰啲名利富貴有咩意思咧？到最後仲係要進入呢個生死輪迴嘅大循環，出唔到去再成功都係假嘅，叫做曇花一現所以
真正明白嘅人啊，要放下，要有出離心啊，要求解脫啊，唔好再搞六道輪迴啦，搞到冇晒意思啦，應該離開啦。啊，點樣離開啊？唯有係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靠其他法門真係唔得。唔信你自己去試下。啊，我係學咗20年，我知道。啊，我哋師父淨空老法師學得更多啦。啊，你睇下年青嗰時候學禪宗，佢講咗好多經。啊，禪宗嘅正道歌啊，呢個好多禪門嘅呢啲經典佢都講。啊，教下講得更多啦，《華嚴經》、《法華經》、《楞嚴經》啊，都全部都大經大論都講過。啊，到最後知道唯有係念阿彌陀佛有得救。啊，佢講俾我哋聽話，60年嘅學佛總結出嚟就係一句話：知道阿彌陀佛。啊，終於知道阿彌陀佛啦。嗱，你睇下所有嘅呢啲祖師大德，個個都係咁樣試。你睇下蓮池大師淨土宗第8祖，啊，通宗通教啊，到最後咧一切放下啦。啊，晚年就係一部阿彌陀經，一句阿彌陀佛。佢講話三藏12部留俾別人悟啊！啊，你嗰啲經典你去悟啦。啊！我都唔夠啦，我就阿彌陀佛啦。啊，84000行要益他人行。啊，你其他法門你去修啦，我就老實念佛。啊，印光大師又係一樣。啊，你睇下佢喺靈岩山嗰個關房，依家仲可以睇到。啊，關房好簡單。啊，一張呢個佛台上面供一尊阿彌陀佛。啊，一部阿彌陀經，佛像後面貼咗個好大嘅字，咩字啊？死字。日日就睇住呢個死字，啊，我差唔多要死啦，好好念佛啦。啊，呢啲都係啊大徹大悟嘅人啊，最後嘅行徑啊。呢啲大菩薩個個都咁樣試，呢個就叫做住普賢行，住真實位。咁分段生死能夠超過嘅人就係阿羅漢。啊，阿羅漢以上啊有聲聞阿羅漢吓，緣覺菩薩佛。啊，佛呢個講嘅係相持即佛啊。十法界裏邊嘅佛，啊，仲未放下妄想，將妄想放下啦，入一真法界，成為呢個法身大事啦。喺原教裏邊講係從初住啊到等覺41個位次，呢啲咧通通係放下咗分段生死。但係雖然放下分段生死，仲有變異生死，即係佢喺不斷嘅修行提升嘅過程中啊，佢有呢個變異就是、變化啊。譬如講，從初地菩薩上升到二地菩薩，呢個係一次變異啊。啊，雖然佢冇分段生死啦，但係咧佢有呢種變化。啊！呢個都係生死，啊都係煩惱，仲未完全放下，所以未能夠完成佛道。而呢個變異生死啊，佢呢個變化唔係一部分一部分變化，佢係整個變化，空前嘅變化。啊，所以初地菩薩不知二地菩薩下腳處。佢唔係話我知道一半，唔知另一半，唔係咁嘅，整個都唔知嘅。啊，連初地到二地咁樣嘅階級都完全變化。
咁我哋凡夫啊更加唔知道佛菩薩嘅嗰種境界。一路到將42品無明全部斷盡啦，你就能夠證得圓滿嘅佛果，咁就離開變異生死。咁呢度講嘅超過世間諸所有法啦，就係唔單止超過呢個分段生死啦，而且仲超越咗變異生死。換句話嚟講，佢哋個個都係成佛嘅呢啲如來再嚟嘅。咁呢個係一種講法啊，呢個講法咧就相當之高啦。另一位祖師佢《無量壽經》嘅注解講咧，話世間諸所有法啦，主要係講有為法。好似《金剛經》裏面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呢個咧就將個標準下降少少。第一種係講成佛啦，呢種係一切嘅發生大事都知道。一切嘅世間出世間法，有為法，有為就係有生有滅嘅法，佢有為法，都係虛妄，都唔係真實嘅，所以要捨離。但係只係捨離有為法啦，你只能證得小乘阿羅漢嘅果位。呢度講話超過世間諸所有法啦，係連嗰個捨去嘅念頭都要捨棄。唔可以住喺個小乘偏空涅槃裏邊，住喺空裏邊啦就唔得。明知一切眾生一切有為法皆空，但係不捨眾生，仲係發願發慈悲心救度一切苦難眾生，空有都不落，不落兩邊。從容中道，呢個先叫超過世間諸所有法。咁我哋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呢個法門，對我哋凡夫嚟講係最容易把握超過世間諸所有法。點樣做呢？我好好念阿彌陀佛，心裏邊係求生極樂世界，但係依家個身子仲喺呢個世間，未離開人世啊嘛，咁就要頓輪盡分，即係你應該做乜嘢就要做乜嘢，你要盡你嘅義務。譬如講，你係父親，你要盡父親嘅責任。你係母親，盡母親嘅責任；你為人子，盡孝道。好似《禮記》裏面講嘅，《大學》裏面講嘅，呢個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忠。止係咩？心定喺呢度。你做父母要行慈點樣先叫做慈愛呢？你要教好你嘅兒女，養不教就父之過，唔單止父之過，亦係母之過，父母都有過，而且母親過仲要大。點解呢？母親同兒女嘅關係更加密切，所以教養兒女嘅責任，母親負就更加多。所以有好母親就會有好兒女，父親差啲，兒女都唔會受太大影響。你睇所有嘅我哋中國嗰啲聖賢都係有好母親。孔子有孔母，孟子有孟母，岳飛有岳母，係嘛？好多呢啲母親都係相當之好。
所以盡你嘅義務。兒女咧要盡孝。君就係講領導，為人君就你做一個領導人。無論係你個小團體嘅領導、公司嘅領導、老細或者係呢個政府部門嘅領導人或者一個學校，所有任何一個團體，你做領導人嘅，你要仁愛你嘅下屬，關心佢哋，好似待佢哋好似自己兒女、自己嘅兄弟姐妹一樣，好似一家人一樣，要包容，要照顧佢哋，要教導佢哋，呢個先係人為人臣子於忠你要忠誠盡忠職責咁為人夫為人妻，你要盡嗰個道義恩義情義唔可以忘恩負義為人兄弟為人姐妹，互相要兄友弟恭互相關懷，好似手足一樣為人朋友止於信你要有誠信對人要有真心所以中國老祖宗教導我哋嘅五倫八德，我哋要落落實實做到五倫係五種關係每個人都有噶，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呢個五倫每個人必須面對，唔單止人面對，動物都有動物都有父母都有兄弟都有夫婦係嘛都有呢個朋友都有君臣君係咩？嗰個帶頭嗰個好似群羊帶頭嗰個羊就係君後邊跟住跑嘅就神五倫裏邊動物都有呢個係自然道法自然所以人如果唔守住五倫之道講老實話，畜生都不如禽獸不如咁將來去邊度一定係餓鬼畜生地獄度畜生都未必有份百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我哋要守得住咁我哋念佛求生淨土，我哋呢啲世間嘅呢啲關係要處理好，呢啲義務要盡到咁我哋係不離世間嚟證佛法念阿彌陀佛啫，呢個法門就方便喺呢度，唔需要你遁入空門唔需要你一定要出家出家我講老實話，你都有呢個五倫你同你嘅師父一樣係父子關係你個寺院裏邊有執事三大執事就領導有君臣關係有朋友同修道友唯獨就冇夫婦就唯獨呢個啫其他都有所以每個人嘅義務都要盡到咁你能夠盡到義務，做一個好人，為大眾做個好樣子，咁就係叫做度眾生。眾生需要乜嘢，你就幫助乜嘢。依家眾生最需要嘅就係見到好嘅榜樣依家個個都唯利是圖啦，唔講道德啦，一講到倫理道德呢啲係呢啲係老嘢嚟㗎，呢啲幾千年前嘅嘢，封建迷信。依家信息時代、電子時代，仲講呢啲嘢過時啦。好多人都係呢種觀念唔去學傳統文化，唔去學聖賢之道個個都係自高自大、傲慢無比，認為自己係最叻
啊，超過老祖宗，超過聖賢，聖賢都不如佢啊，所以搞到依家天下就大亂啦。啊，要解決社會嘅問題，唯有就係恢復傳統文化、傳統倫理道德教育。啊，但係只係睇下經典都唔夠啊！四書五經你講俾佢聽，佢得個聽㗎咋，甚至聽都冇興趣嘅。佢覺得呢啲同我呢個時代係格格不入，所以唯有係咩咧？你一定要做個樣子俾佢睇。啊！依家人唔知道咩叫孝，你做出個孝道俾佢睇，啊，佢先知道原來孝道係咁樣嘅。啊！依家人唔知道咩叫慈愛，你要做出慈愛個樣子。啊，從愛自己嘅家人開始，到愛社區鄰里啊呢啲啊鄰居啊，到同事。到凡是人皆須愛啊！你做呢啲好樣子出嚟啊！大家慢慢先能夠將佢嘅良心啊喚醒啊！呢個就係度眾生啊！呢個就係功德無量。所以你能夠自度，就能夠度他。自度係咩咧？你好好修行自己啊！你能夠做好樣子啦，自然就度眾生啊！而唔需要有度眾生嘅念頭。啊！你嘅念頭係咩？阿彌陀佛，我只係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啊！呢個就叫做超過世間諸所有法。好，今日咧時間到啦，我哋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